疫情稳定，学生回到学校来上课，可能是进前线顶教学伤久了，讲有袂少的学生上课无法度专心，引爆着老师的怒火。伫台中市就高中生上课一直趴咧困，无就是伫遐背手机啊，讲嘛讲袂听。老师起性地起掠讲怎来冰倒，连冰着落地倒啊，搁甲一个学生的骹来跌着伤。事后学校紧急来成立着事件小组来辅导着学生。啊，这个冰倒的女老师嘛感觉真歹势，承认家己情绪失控，已经向学生家长来回失礼。穿粉红色衫的老师一行入去教室就开始冰倒，连续甲3张桌仔拢冰掉，互在场的学生看甲拢硬去。边的学生点点啊甲桌仔放转去，不过老师继续冰倒。过程当中，阁有一位学生的脚无细致，互桌仔跌着伤。辛苦是真的，但是行为还是也要注意，毕竟是在学校。老师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很辛苦的行业，老师搬走，他应该有他的理由吧。代志发生伫9月中，台中市北屯区这间伫高中部生出来女老师，伫第8节国3国文课上了，情绪汹汹失控。自己本身可能自己修好心切了，可能真的没有用心在听，对啊，所以会影响到他本身的情绪。然后老师在下课钟响的时候，可能整个情绪控管就失控。校方讲，因为疫情线顶教学伤久，学生倒来学校上课无法度专心，甚至搁伫上课的时间困，老师一直苦劝，讲唔听，才会情绪失控。老师事后深感悔意哦，当晚有立即向受伤的学生跟家长来道歉。老师应该是要秉持专业的教学来进行做好这个情绪的管理。台中市教育局介入调查，这位女老师伫学校已经甲7年，教学表现认真，后续嘛向受伤的学生家长回失礼。不过做老师这种情绪管理，唔那甲学生惊到，嘛做出不良的示范。